童话透中岛和料理救援队的台语小教室。大家好，我是料理救援队的绵羊小雪，伊万阿萨。我是黑熊大黑，高兴欧大诶。我是小易。对了，你们喜欢吃笋子吗？喜欢。嘿嘿，那今天就来介绍笋子的相关台语，大家跟着我一起念哦。笋子的台语叫笋呐，笋呐。笋子又叫竹笋、蝶笋。竹笋是竹子刚发芽冒出土时的嫩茎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学。竹子的台语叫做蝶啦。好棒哦！那你们喜欢吃笋子的什么料理呢？我喜欢吃凉笋沾美乃滋，我阿嬷把这道菜叫北臭笋，因为美乃滋在嘉义一带就叫做北臭。我喜欢吃笋子汤，我介意吃笋仔汤。关于竹笋，还有一句话叫做“歹得出好笋，好得出骨润”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长得不好的竹子也能长出好笋子，长得笔直很好看的竹子也有可能会长出歪歪的笋子。这是比喻出身不好的人也能有好的后代，相反的，富贵人家也会出不成才的子孙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是安内哦。没错。童话透中岛和料理救援队的台语小教室。哈哈哈！大家好，我是料理救援队的校长暗公交好定。我是小狗阿光，高阿更。我是小易。今天要带大家来夹板豆，也就是大家围在圆桌吃合菜。耶！可以假好了啊！在开动之前呢，先来介绍板豆常会出现的经典菜色，大家要跟着我一起念哦。在冷盘常会出现的台湾在地料理就是乌鱼子，台语叫做乌鱼子。乌鱼子。有时候会有四四方方很大一块的卤猪肉，叫做烘巴。烘巴，我想要吃烘巴，因为除了卤肉很好吃，旁边的笋干吸收了卤肉的精华，超赞的。另外，还有一道非常台湾味的菜色，就是红鲟米糕、昂金米糕。昂金米糕。关于刚刚第一个提到的乌鱼子乌鱼子，就是用乌鱼的卵腌制晒干制成的，是一种高级食材。因为乌鱼的经济价值很高，所以乌鱼也被人叫做乌金。每年冬天是乌鱼盛产的季节，所以有一句话叫做“当在吃乌当丢席”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冬天的时候吃乌鱼是最适合的时机了。哦，原来是安内哦。童话透中岛和料理救援队的台语小教室。大家好，我是料理救援队的校长暗公交好定。我是乌龟龟吉古给的。我是猫猫。你们有没有吃过情人果金金果啊？没有耶。情人果金金果又叫做芒果青、酸芽菜。情人果酸芽菜。我有问题，芒果青、酸芽菜是芒果做的吗？是芒果做的没错哦。不过制作酸芽菜的不是普通的那种果肉很多很甜的爱文芒果、金黄芒果，而是小小颗的土芒果土酸芽。那又为什么叫做情人果金银果呢？
因为情人果的味道吃起来酸甜酸甜的，有人说那是恋爱的滋味。情人节的时候，我有亲手做酸鸭菜送给姑比呀。哇哎，很多人在情人节是送巧克力吧？那巧克力的台语怎么说呢？我知道，我怎样？巧克力叫做 chocolate。chocolate。哎呀，这种事情得失心别太重。有缘做牵手，无缘做朋友。两人有缘分就在一起，如果没有缘分也不用勉强，当朋友也很好，知道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怎样？童话透中岛和料理救援队的台语小教室。大家好，我是料理救援队的老鼠老板鸟切头家。我是小牛可可，牛啊Coco啊。我是猫猫。嘿嘿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台湾的超级特产，也就是水果，台语叫做龟记。龟记，我超爱吃水果，我就爱吃龟记。说得很好哦。台湾一年到头能看到的水果，基本上就有香蕉、香蕉、芭乐、芭辣、凤梨、翁来、莲雾、这4样水果都好好吃哦。水果不但可以直接吃，还可以做成甜点或是冰品，例如各式各样的果汁、果汁，还有水果冰、龟记冰。关于水果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叫做“吃龟记拜树头，吃米饭拜餐头”，意思就是吃水果的时候要对水果树表达感谢，吃米饭的时候则要对土地表达感谢。这也表示人要懂得感恩，饮水思源，不可忘本。吃龟记拜树头，吃米饭拜餐头。嘿嘿，等一下知道要怎么点餐了吗？知道了。好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那我们料理救援队再会，拜拜。